感謝主啊！今日咧，我哋係重溫琴日上載嘅影片，咁啊講關於會堂啊，咁佢哋嘅敬拜程序咧係始於以色列聽啊，神我們的主係獨一嘅真神，呢個都係我哋平時喺教會裏邊嗰個教會敬拜每次都會有個認信噶嘛，係咪？咁啊，今日做乜嘢咧？就係溫習題目啦。咁如果話，我琴日冇睇過影片喎，咁大家睇下自己識唔識呢啲題目啦。咁如果琴日有喎，咁啊又睇下自己記唔記得呢啲題目嘅答案。咁啊有同冇，大家都可以重溫琴日影片嘅。第一題喎，聖經邊啲經文咧係提及會堂啊？究竟會堂係咩條件底下先可以起一間嗰個社區先可以起一間會堂咧？咁佢係咩地方，有咩功能呢？佢同聖殿嘅敬拜嘅功能有咩相同埋唔同嘅地方呢？會堂有咩主要職事啊？每一個職事咧有咩職務啦？會堂敬拜程序咧係咪固定嘅？如果係固定嘅話咧，有咩項目？當日咧會堂同埋今日教會裏邊敬拜咧係唔需要獻牲畜祭嘅。咁我哋今日喺教會聚會裏邊咧，應該獻咩祭咧？今日唔使獻牲畜祭，係因為耶穌已經一次成就咗嗰個救贖啦嘛。如果大家記得咧，琴日係以詩篇69篇30至31節作為結束嘅，今日再重讀呢個金句：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，以感謝稱他為大。這便叫耶和華喜悅，勝似獻牛，或是獻有角有蹄的牛。